另外，国民党和民众党的立委联手杀价在违法修法，即马修法通过了后，包括高雄、台南、嘉义、屏东甲澎湖这5个民进党执政的县市首长是做伙开记者会，大声抗议，讲安尼会扩大人白的落差。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嘛表示讲，拍拼发展建设的地方，颠倒会因为这个法律受到新的天罚。也毋过呢，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是呛中央，落地啊爸爸咧加无钱。要重视地方声音，要重视。大家较重视地方的声音，民进党南部执政县市的首长，包括高雄市长陈其迈、台南市长黄伟哲、嘉义县长王忠良、屏东县长周春美和澎湖县长陈光福，因二个拢特别来到台北，抗议南北两党是联手恶修财违法，中央要放出3753亿给地方。陈其迈批评南北目前划分事权，是先给地方钱，再去讨论安怎开，扩大城乡的差距，和高雄台南变作6岛内面前2名的受害者。我们在财政所得的逆分配，这个对南部来讲是非常不公平，所以也进一步的扩大南北差距，恶化城乡差距。这不是中央跟地方的战争，也不是县市间的战争，是政客之间巧取豪夺、作践南部的一个战争。修法了后，照分配比例，人口指标占45%，加上盈利事业的营业额30%，已经到75%。王忠良讲，北部工商发达，加深重北轻南，认为讲应该将农业贡献来纳入分配权中。但讲副是不满讲，澎湖增加的预算比金门、马祖更较少。那这次只有入役10%的群众，海役全部没有纳入。走到现在要到屏东的时候，请不要挡住我们。请让给我们机会。民进党嘛转达主席赖清德对财违法的态度。赖清德认为讲，拍拼发展建设的地方政府和民众会受到新法的惩罚，危及国级政府的施政。不过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呛讲，财违法的修法是下时代的成果，国民中央是在解散靠散。总统不要忘了，你是中央政府的总统，你也是全台湾所有地方各县市的总统。增加374亿，当然在整个增加的比例里面，我们还是全国在人均的分配率里面是最少的，但是我们永远心存感激。财法修法后，我们把饼做大，也可以让6都以外的县市得到实质的益助。侯友宜强调讲，每一分钱拢会用伫上重要的所在。主办咱就回应讲，会持续推动起捷运、改建校舍、治水等等。针对陈其迈指控讲，连赢执政县市的预算增幅拢伫后壁几名，国民党质疑讲，民进党行政院并无提出任何财违法的版本，替地方争取预算。国民党嘛强调修法并未影响到药力津贴和体拍实者的相关补助政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